歡迎你收聽五月筆記，我係五月啊。今日咧要同你分享嘅一本書就係嚟自愛爾蘭作家 Sally Rooney 嘅 Beautiful World, Where Are You？ 中文譯名就叫做美麗的世界，你在哪裏？點解會揀呢一本書呢？因為呢一本書嘅中譯版呢，就係2022年嘅夏天嗰時候出啦。一出嘅時候呢，我就諗住好啦，等佢喺香港啲書店有嘅時候就買嚟睇。因為呢嗰時都睇咗一套嘅電視劇，就係 Normal People 正常人，都係改編自呢一位作家啦 Sally Rooney 嘅同名小說。咁我當時都好中意嘅，所以對呢一位新生代嘅作家呢係印象好深刻啦。咁當佢出呢一本書嘅時候呢，佢嘅書名呢其實係當時我自己都有呢一種嘅疑問，就係美麗嘅世界，你喺邊啊？點解呢個世界好似咁痛苦嘅？而且喺呢一本書嘅介紹裏面，我見到書裏面有一段說話呢係好擊中我個心嘅。咁等陣呢就會再講下呢一段啦。咁而且2022年啦，自己係覺得好痛苦嘅，但係嗰種痛苦咧同人講啦，你會發現呢其他人好似唔係咁明白啊。睇我就會覺得好正常咯，即係你有工返啦，身體又健康啦，其實仲有啲咩問題啦吓，你唔好諗咁多啦。因為我覺得咧，好多時候你會覺得好痛苦嘅時候，除咗兩個情況，人哋先會覺得哦，你真係好痛苦啊。即係例如你真係身上有一啲嘅傷，真係流緊血，啲人會覺得啊，你應該好痛啦咁樣。另外就係你真係俾身邊嘅人或者係俾其他人咧傷害啦，即係你嘅心靈受到傷害嘅時候，你真係會覺得好痛苦。但我兩樣都冇啊嘛，係咯。咁點解我會咁痛苦嘅呢？同一年呢，亦都有一套呢，算係哀人內向人嘅人生劇，就係韓劇《我的出走日記》。裏面呢，亦都有一段嘅女主角連美晶嘅獨白。哇！嗰時呢，先令到我覺得，哇！原來呢個世界都有同我一樣感受嘅人嚟噶。嗰個就係朴海英編劇啦。嗰一段嘅獨白呢，我係好記得係連美晶女主角，即係金智媛飾演嘅。咁佢有一次咧喺辦公室做嘢嘅時候，個天啦突然行雷啊、閃電啊，隔籬佢啲女同事咧就表現到，哎呀好驚啊！雖然我都好驚，但係咧你會見到連美晶係一啲都唔驚，然後佢就有呢一段嘅獨白啦。雷電交加嘅時候，大家通常都會好驚，但好奇怪，我反而會覺得好平靜，感覺世界末日終於都到啦，啱晒啦。呢一種嘅心情就好似我被困住咗，但係唔知點樣可以掙脫，所以乾脆希望全部都同歸於盡。我雖然不至於不幸，但係都唔快樂，就咁樣畫下句號，亦都冇所謂。每個人都一樣走向死亡嘅，其實我都唔明大家點解咁開心。有時我甚至會覺得嗰啲失魂落魄嘅人，話唔定比嗰啲若無其事、日子順遂嘅人仲要腳踏實地。我好記得我第一次睇呢一句對白嘅時候呢，啲眼淚呢，自己一滴一滴咁樣滴落嚟。當時都嚇親，跟住我心諗，哇，做乜嘢？或者嗰樣嘢就係最真實嘅感受，或者就算我講呢一段說話俾人聽嘅時候，啲人都會覺得你係無病呻吟，真係會覺得啊，你做乜諗咁多呢啲咁嘅嘢噶？但係嗰個時候你會發現啊，原來有一套劇可以講出你嘅心聲，原來你自己將自己困住，但係你好想掙脫，你好想走出去，但係唔知點解你就係偏偏走唔出。然後你會發現你對任何事情都不感興趣，冇感覺，嗰種係冇靈魂嘅生活嚟嘅。即係對於我當時嘅我嚟講，咁當然而家我就已經冇咗嗰種嘅感覺啦。喺呢一段片裏面我都有寫到嘅，就係話當你去到30幾歲，忽然覺得自己一事無成，勁失敗嘅話，其實睇呢一本書就啱啦。亦好老實講，你睇完之後有可能你都揾唔到所謂你要想要嘅答案，但係我覺得至少你揾翻自己，同埋你會相信翻自己，然後 just do it。
喂，好似我連呢本書都未講，已經好似講完啦咁樣，好似已經做過結尾啊？唔係嘅，即係啦，而家就講本書究竟係講咩嘅呢？咁呢一本書咧，《美麗的世界你在哪裏》，其實好簡單，就係講緊呢個世代有兩個女仔、兩個男仔之間嘅愛情同埋友誼。我睇書嘅時候，我會 mark 低邊啲段落好有感覺，或者係寫得幾好嘅。咁睇翻嘅時候，其實就係講緊關係呢樣嘢咯。之後我亦都去睇同埋聽一啲作者 Sally Rooney 嘅訪問啦。佢自己就唔係好 buy individualism 嘅，即係個人主義，因為而家呢個世代好個人主義抬頭啊嘛。佢都講咗就係 we are all connected， 即係我哋個個都係有聯繫嘅，人同人之間。所以佢話佢嘅故事，就算佢寫咗咁多本書，全部都係講緊 relationships in our social life， 即係佢係講緊我哋喺我哋嘅社交生活裏面一啲嘅關係。因此咧，佢嘅小說咧都好受到年輕人嘅歡迎，係因為我覺得係好有共鳴，所以一啲嘅媒體咧就形容佢就係 the voice of the generation， 即係為呢一個世代發聲嘅一位愛爾蘭作家啦。作者係91年出世，所以應該90後嘅人睇呢一本書，或者係2000後 maybe 睇呢本書會有好有共鳴。雖然我係80後啦，但係我覺得我都會好理解，同埋都好有共鳴。裏面有一段呢，對於關係嘅睇法，有時我會覺得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就好似沙或者係水咁柔軟，只要倒入某個容器裏面，就可以賦予佢哋特別嘅形狀。所以媽媽同個女嘅關係就好似係被倒入去一個容器裏面，個標籤就寫住母親同埋子女，然後呢一個關係就會變成同呢一個容器同樣嘅形狀，無論係點都留喺裏面嘅。某啲相處得唔開心嘅朋友，話唔定其實可以成為好好嘅姊妹。結咗婚嘅夫妻，話唔定做父母仔女會更加好，邊個知呢？係咪？但係建立一段冇任何預設形狀嘅關係，又會係點樣嘅情況呢？將啲水倒出嚟，任佢流出嚟，我諗水並唔會變成任何嘅形狀，就只係四周圍咁樣流走。我覺得呢一個就有啲似我自己同埋菲利克斯啦。我哋兩個之間嘅關係冇任何明確嘅路徑可尋，我唔相信佢會話我係佢嘅朋友。因為佢有自己嘅朋友，而且佢同佢哋嘅關係同佢同我嘅關係好唔同。我覺得佢同佢哋嘅距離比佢同我嘅距離嚟得近好多，但係同時喺某啲方面，我哋又比其他朋友更加親近，因為我哋嘅關係並未受到任何界線或者係慣例嘅限制。換句說話嚟講啊，我哋嘅關係之所以同其他人唔同，並唔係佢或者係我嘅問題啊，亦都唔係佢同我某一啲個人特質啊，或者我哋各自嘅個性組合喺一齊嘅結果所導致嘅，而係我哋兩個相處嘅方法，或者應該係話係欠缺方法先啱啊。話唔定最終我哋都會離開彼此嘅生活，或者係成為朋友，或者係其他嘅關係啦。但無論最後嘅情況係點樣，至少都係呢個實驗嘅結果。有時我會覺得結果將會係離譜嘅大錯誤，但係有時又會覺得呢一個係唯一值得擁有嘅關係。呢一段呢，其實就係艾麗絲寫俾愛琳嘅電郵嚟嘅，講翻當時佢同呢一位新相識嘅男仔之間嘅關係啦。先講下當下嘅時候，佢寫呢一封電郵嘅時候，佢同菲利克斯嘅關係點樣呢？咁艾麗絲咧同菲利克斯就喺一個交友 app 嗰度識嘅，然後第一次約會亦都唔係話咁所謂成功啦。但係艾麗絲對於呢一位男仔呢，其實應該係中意嘅。佢要去羅馬出差啦，咁艾麗絲呢，就係一位好出名又有錢嘅作家，咁而菲利克斯呢，就係相對嚟講係一位窮小子啦，係一個倉務員嚟嘅。艾麗絲就邀請菲利克斯，不如我去羅馬出差，你一齊去玩啦。但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呢，佢哋兩個
乜嘢都冇發生。然後艾麗絲咧就寫呢一封嘅電郵，就係講緊究竟我同菲利克斯嘅關係係點樣呢？就係佢覺得對於中意嘅人應該會有一種慾望，你先會接近嗰個人，亦都唔知究竟我哋而家嗰個關係算係乜嘢。嗰個階段其實艾麗絲就係探索緊呢一種嘅關係，但係我覺得佢最重要講緊就係結果，就算一個離譜嘅大錯誤都好啦，但係佢覺得有時又會覺得呢個係唯一值得擁有嘅關係。我覺得喺呢裏面就係講緊，就算係冇結果嘅關係都好，我哋都可以跳入去呢個關係裏面不斷去摸索。愛琳之後覆翻阿艾麗絲嘅電郵啦，其實有兩段啦，就都係對應翻講緊呢樣嘢嘅。首先呢兩個女仔朋友之間啦，互相通電郵嘅時候呢，成日都會講緊，即係佢哋而家身處呢個世代係一個好混沌嘅時代，即係好多未來都不確定。以前某一啲嘅文明消失咗就係消失咗，冇，即係我哋嘅人嘅生命砰一聲就係冇咯。過去一切就好似係好冇意義，有哲學性嘅問題啊嘛。同一時間又係講嘅一樣嘢就係會喺呢個世界冇意義，咁所以我哋先要對自己嘅人生負責，然後我哋去做一啲嘅事情，然後賦予佢嘅意義。其中一樣嘢就係同其他人建立關係，亦都係之前睇嘅一本書，就係《小王子的領悟》裏面所講嘅順服，唔係講緊要別人服從你，而係同人之間建立一種嘅關係，係通過愛同埋關懷。咁愛琳喺佢覆佢嘅 email 裏面就有寫到呢一段嘅說話啦。因為到生命結束嘅嗰一日，喺我哋眼前咩都冇留低嘅嗰一刻，呢個仍然係我哋想傾嘅事。話唔定我哋生出嚟就係要為我哋所認識嘅人而愛而擔憂，就算有更重要嘅事情應該要去做，亦都仲係繼續愛，繼續擔憂。如果呢個意味住人類要因此而滅絕，又何嘗唔係個滅絕嘅好理由？何嘗唔係我哋所能想象嘅最好嘅理由啊？因為我哋喺要重新分配世界資源、集體過渡到可以持續發展嘅經濟模式嘅時候，卻喺度擔心緊性愛同埋友誼，因為我哋太愛彼此，覺得彼此太有意思啦。然後愛琳呢，就開始講起佢同阿塞蒙，國語嘅翻譯叫塞蒙啦，我想講不如用 Simon 好唔好啊？好似習慣啲。係啦，愛琳呢就講起佢同 Simon 之間嘅關係啦。咁愛琳同 Simon 之間嘅關係又係點樣呢？愛琳呢15歲嘅時候呢，就已經暗戀呢一個鄰居哥哥阿 Simon 啦，都算係青梅竹馬嘅關係啦。作為一個旁觀者嚟講，即係特別係我作為讀者都會覺得有冇搞錯啊？兩個人中意對方，但係又冇其中一個人講出口喎，咁搞到咧呢一段關係呢，就係咁樣都蹉跎咗好多年啦。佢哋亦都有超友誼關係啦。當阿愛琳有一次呢，真係好唔開心啦，好唔開心嘅時候呢，佢揾上門嘅又係揾咗阿 Simon。即係佢半夜走嚟人哋屋企見佢啦，但係 Simon 亦都冇拒絕啦，咁然後兩個又發生關係咯。當愛琳同埋 Simon 啦，即係除晒衫，然後發生關係嘅時候，佢哋先可以講得出佢哋內心最真實嘅嗰句說話。例如愛琳就會講 I love you， 但係嗰句 I love you 咧，真係喺英文嘅語境同埋中文嘅語境係好唔同噶嘛。即係我哋中文語境，其實 I love you， 即係我愛你咧，好難於啟齒嘅。就算對於父母或者朋友，我哋好少講 I love you， 或者係我愛你，或者你如果你係喺西方成長嘅人，或者可以啦。因為喺西方嘅語境裏面 I love you 好似有一種大愛嘅意味，即係就算因為佢哋都相識咗咁多年啦，講出 I love you 呢一句都好閒等事情啫，係咪？當佢哋兩個肉白相見喺度翻雲覆雨嘅時候，嗰種嘅 I love you 係最赤裸，亦都係佢哋最內心嗰句說話。但係當佢哋着翻件衫之後呢，又當冇回事噶啦。好啦，
當過一晚之後，因為Simon係一個好虔誠嘅教徒，朝頭早就要去教會，咁愛琳都唔知黐到邊條筋，就話不如我跟你一齊翻去啊。因為過去一直以嚟，愛琳都冇真正咁樣融入過 Simon 嘅生活，或者係想了解 Simon 嘅生活點滴。因為教會係 Simon 一直都係恆常，而且係非常之虔誠嘅一個生活上面一種嘅儀式啦。咁所以愛琳見到 Simon 嘅另一面，然後佢亦都發現咗關係嘅另一個世界。佢喺電郵裏面係咁樣同艾麗絲講嘅：今日朝頭早我如果直接翻屋企，而唔係同佢一齊去教堂，我唔確定我係咪仲會有相同嘅感覺。但係同時，如果我哋今日朝頭早係一齊去望彌撒，而尋日夜晚係冇上床，我都唔知我依家係唔係仲會有相同嘅感覺。一齊上床，然後一齊去教堂，似乎係好唔夾嘅組合，所以我諗先會令我有咁樣嘅感覺啩。覺得我踏入咗佢嘅生命裏面，就算時間非常短暫，但已經喺佢身上見到咗我未曾見過嘅某個東西，結果就對佢有咗唔同嘅認識。呢一段講緊嘅係乜嘢呢？講緊嘅就係，其實唔淨止係愛琳嘅，同埋艾麗絲都係呢兩位嘅女仔朋友之間啦。佢哋面對愛情嘅時候呢，都係有一個心理關口咧過唔去啊，所以都係冇向前踏進一步。先講下艾麗絲嘅心理關口呢，就係佢好驚受傷。喺之後嘅電郵裏面呢，又再次同愛琳提到佢同菲利克斯之間嘅關係。既然寫信俾你，我諗我亦都應該順便話俾你知，菲利克斯同我尋日夜晚上床。老實講，我其實都唔係好想話俾你知，但我覺得唔講亦都好怪。唔係因為我覺得尷尬啊，或者係有啲尷尬啦，但唔係因為佢嘅關係，更主要嘅原因係我好在意人哋點樣睇我，所以我先會唔做。而且我亦都好擅長唔做，呢個對我嚟講唔係咁容易，係真噶。我覺得我哋喺一齊好快樂，係我覺得我哋喺一齊好快樂咯。至於佢有咩感覺，雖然我哋生活嘅每一個面向基本上都南轅北轍，但我都仲係有一種好奇怪嘅感覺，覺得我哋行緊唔同嘅路徑，但又為咗達到同樣嘅地點，亦即係令我哋認識彼此嘅嗰個地點啊！你一定唔相信我用咗幾多嘅時間先寫完呢一段。我驚受傷，我唔驚受苦噶，因為我知自己可以承受得到。我驚嘅係受苦嘅嗰種屈辱，係自願承受痛苦嘅嗰種屈辱啊！我迷戀佢，非常迷戀，只要佢對我流露出一絲絲嘅愛憐，我就會興奮莫名，表現得傻裏傻氣。當然啦，一切都如常運轉，世界都仲係佢原本嘅樣。人類瀕臨滅絕邊緣，而我喺呢一度寫咗又一封談論性愛同埋友誼嘅信。除此之外，咁仲有咩值得我哋為之而活呢？由呢一段我哋可以猜測得到呢，即係對於艾麗絲嚟講咧，同菲利克斯發生關係呢，係非常之唔容易嘅事。因為由頭先佢講嘅說話裏面，亦都可以估到過去佢喺愛情關係裏面呢，佢就算好中意某一個人，對某一個人產生非常之強烈嘅慾望都好，佢都唔想同人哋發生關係。因為咩啊？因為佢好驚受傷。當你乜都唔做嘅話，就唔會有傷，係咪？咁而另一個啦，愛琳嘅情況係點樣呢？即係愛琳呢，就暗戀咗 Simon 15年啦，而且嗰種嘅暗戀呢，嗰種嘅愛呢，其實都非常之深嘅。因為15歲嘅時候，愛琳呢係唔想活喺呢個世界嘅，而打救佢嘅就係 Simon。所以當每一次佢生活上面不愉快或者係非常之煩惱嘅時候，都會揾 Simon。就我覺得好似 Simon 就係佢嘅打救者，而 Simon 亦都係不厭其煩咁樣對於愛琳突然出現呢，其實係冇抗拒嘅。但係兩者呢，明明都係
中意對方嘅，點解唔可以一齊呢？好似愛琳，佢之後寫俾艾麗絲嘅電郵裏面都有提到嘅，就係因為佢好驚失敗。愛琳嘅情況呢，就係佢依家3字頭嘅時候，去到呢個階段，佢覺得自己一事無成。首先喺事業方面，雖然佢呢一份工作都係佢中意，但係佢最想做嘅其實係作家。佢嘅朋友艾麗絲就做到啦，但係點解佢做唔到？佢其實就係驚失敗。其實早於艾麗絲寫書之前呢，愛琳呢，佢曾經寫過一篇文學評論啦，寫得唔錯，然後有一個出版社嘅編輯係睇中咗，然後就話不如我幫你出書啊。但係佢最後呢，因為就係驚失敗呢，而係冇去做呢一件事。佢喺電郵裏面同艾麗絲就講啦，我知我如果有天分，活到今日應該已經做出一啲成績出嚟，我唔會咁樣自欺欺人。假如我去嘗試，肯定會失敗。呢個亦就係點解我連試都唔試嘅原因。何止係佢想出書，驚自己失敗，試都唔試。佢同 Simon 之間嘅關係亦都係咁樣。我話俾自己知，我想過幸福嘅生活，而幸福嘅條件仲未出現。但如果呢個並非事實呢？如果我先係嗰個冇辦法令自己幸福嘅人，又點算呢？因為我好驚啊！或者我寧可沉溺喺自哀自憐當中，或者我唔相信自己值得更好嘅一切，又或者係其他原因。無論咩時候，只要遇上好嘅事，我就會發現自己心諗，我喺度煩緊要過幾耐情況先會轉壞。我甚至希望壞事早啲嚟，快總比遲好。若果係可能嘅話，咁就直接嚟咯，至少我就唔使再為此提心吊膽。呢個正正呢，就係愛琳啦，去到即係由20歲去到而家30歲啦。過去佢有諗過自己嘅生活係點樣啦，但係由於佢就衝破唔到佢自己嘅心理關口呢，就係驚失敗啊，所以有機會出書我都唔出。即係一個我愛嘅人喺我面前，佢亦都對我不離不棄，但係我仍然都冇向前踏進一步。會唔會我同阿 Simon 一齊咗之後，我哋總會有分開嘅一日？咁之後我就冇咗呢個依靠噶咯。咁不如我哋冇開始啊？呢個全部就係愛琳一直以嚟對於未來嘅想象啦。所謂嘅想象就係咩？一切以失敗告終，所以最後咩啊？連試都唔試。佢就提到佢自己向往所謂未來應該要過嘅生活，但係同佢而家嘅現實嘅差距越嚟越遠。如果我依家覺得呢個相當都有可能噶啦，就係我永遠都唔會有仔女，永遠寫唔出書。我諗我喺呢個世上就唔會有留低令任何人可以追念嘅東西，或者咁樣比較好啦。我覺得咁樣總係比擔心同埋分析世界狀況嚟得好，因為擔心同埋分析對邊個都冇咩好處。我應該將心力投注喺生活同埋追求幸福上面。我嘗試過為自己勾勒幸福生活可能嘅樣貌，但嗰個圖像似乎由細個開始就冇太大嘅改變，就係一棟有繁花綠樹環繞嘅屋啦，附近有條河，一間擺滿書嘅房，有個愛我嘅人，就係咁啦。只要喺嗰度安居，等我爸爸媽媽老咗，好好照顧佢哋就得啦。永遠唔搬屋，永遠唔再搭飛機，就只係過住平靜嘅生活，然後長眠地下。生活仲要追求啲咩啊？但就連咁樣嘅生活圖像，對我嚟講都遙遠似夢啊，同現實嘅一切完全都冇關係。然後就去到另一段艾麗絲寫俾愛琳嘅電郵裏面，即係對於愛琳，佢覺得自己30歲一事無成，佢以前想象嘅未來同而家嘅現實距離非常之遠。除咗愛琳啦，對未來已經即係冇晒信心啊。其實艾麗絲就算係一個名成利就嘅作家啦，
佢都會有懷疑人生、懷疑自己嘅時候。佢喺其中一封嘅電郵裏面就係咁寫嘅，而呢一段呢，正正就係我一開頭所講嘅話擊中我心嘅嗰一段啦。佢就話喺公開場合，我總係談論關懷倫理同埋人類社群嘅價值，但喺真實嘅生活裏面，我除咗自己，從未關懷過任何人。呢個世界上有任何人為任何事情依賴我咩？冇啊！我可以責怪自己㗎，我確實自責，但我認為只係咁樣嘅失敗係普遍存在㗎。喺以前啦，我哋呢個年紀嘅人都已經結婚生仔，有愛情生活，而依家呢，大家到咗30歲都仲係單身，同從來都見唔到面嘅室友住埋喺一齊。傳統嘅婚姻顯然已經係不符目的㗎啦，亦都幾乎普遍會以某種嘅形式告終失敗。但嗰個至少係為某件事奮力嘗試，而唔只係悲哀而無欲咁樣喪失人生嘅可能性。當然啦，如果我哋保持單身，執行禁欲生活，謹慎守好我哋嘅個人疆界，就可以避免好多嘅問題。但係咁樣一嚟，我哋似乎亦就冇辦法留低任何足以證明我哋人生有價值嘅東西。我估你會話以前嗰種喺一齊嘅方式係錯噶，確實係錯噶。而我哋唔想重蹈咁樣嘅錯誤，我哋亦都確實係唔想嘅，係咪？但係拆咗呢啲禁錮我哋嘅生活方式之後，咁我哋又能諗出啲咩嘢嚟加以取代呢？我哋並唔係要捍衛強制性嘅異性戀一夫一妻制，但係咁至少係一種行事方法啊，係一種度過人生嘅方式。而我哋依家有咩啊，可以用嚟取而代之噶？咩都冇啊！我哋痛恨人哋犯錯嘅程度，遠遠超過我哋愛佢哋做啱事情嘅程度。因此，人生最簡單嘅方式就係咩都唔做，咩都唔講，邊個都唔愛。呢個段落其實都幾有趣。由第一方面就係講緊點解佢哋兩個呢都係選擇唔去行前一步，就係因為一個驚失敗，一個驚受傷。咁所以兩個人呢就係唔做就冇所謂嘅失敗，就冇傷害。另外，早前我有個朋友，佢都突然去到一個階段啦。我心諗，其實應該每一個人都會遇到呢個階段，特別如果你係去到30幾歲單身，工作上面亦都唔順利嘅話，其實你真係好容易去到呢個階段呢，就會懷疑人生、懷疑自我噶啦。我覺得我自己都有經歷過呢個階段，然後我就同佢介紹佢睇呢一本書，即係我同我朋友講咯，呢一本書提供一樣嘢，就係話俾你知，你去到30幾歲，你覺得自己一事無成，其實係正常嘅，係正常嘅，只係我哋過去一直都以為有一個價值觀，就係覺得去到30而立，即係你30歲，你應該好多嘢你都會清楚，好多嘢你都會有一定嘅成就，步入一個人生既有嘅階段，組織家庭啊，或者係你自己擁有自己嘅屋啊。但係你去到呢個年代已經冇呢一隻歌仔唱，呢個世代好似就係啦，變咗就係呢個世代咧，好多嘢你可以主動去追求，但係有啲時候就係因為你自己心裏關口而令到你有得選擇，但係你都放棄咗嗰個選擇咯。但係以前嗰個年代呢，係好多框條噶嘛，係你可以自由戀愛啦，你可以揀你中意嘅阿強，你中意嘅阿娟，好啦，結婚啦。但係你點解你哋結婚呢？其實社會上面呢，有一個價值觀呢，就係咁你而家可以自由戀愛啦，咁但係呢，你都係要需要組織一個家庭噶噃。咁跟住你就努力工作啦，然後有車有樓，生一個好可愛嘅小朋友，就為咗佢而努力咁樣工作，希望下一代會有更好嘅生活。咁以前呢，嗰一代人呢，就係咁樣噶啦，但係依家呢個世代係點樣啊？呢個世代呢，就係你可以選擇唔結婚單身，你亦都可以係
一直同你嘅伴侶一齊過生活，但係唔一定係要結婚生小朋友，所以令到你嘅選擇多咗，但係其實你冇咗一個框框嘅時候咧，你就會開始更加迷失啦。正正就好似我朋友，佢以前好好嘅朋友，都因為係組織咗個家庭，咁啱又有小朋友，佢覺得就算佢哋之間嘅互動咧，朋友放喺佢身上嘅心思或者時間咧，係冇以前咁多，而且係覺得佢嘅朋友嘅專注全部都係擺喺佢嘅小朋友身上，所以令到佢更加孤獨，令到佢更加覺得辭咗份工啦，唔知道將來點樣啦，冇樓冇車啦，冇伴侶啦，乜都冇啦，跟住就覺得自己好失敗啦，跟住就好慘咁樣啦，同我講啦，跟住就好羨慕佢朋友啊，又好羨慕我啊。其實我都唔知佢羨慕我咩，即係佢話我可以想做咩就做啦，咁但係其實都唔係咁容易。然後呢，咁當時呢，我就同佢講啦，點解你會覺得自己失敗？喺呢個世代，如果你30幾歲覺得自己一事無成嘅話呢，其實你攞個標準係邊個嚟嘅呢？就係我哋過去嗰一代人啦，話俾你知，只要你努力嘅話呢，冇可能唔得嘅。因為我哋上一代呢，好似最近我睇新聞啦，咁就講緊嬰兒潮世代啦。嬰兒潮世代喺美國嘅定義呢，就係1946年至到1964年出世，即係80歲至到60幾歲啦，即係我哋嘅上一代或者係上上一輩阿爺啊、阿嫲嗰一代人嗰啲年紀啦。咁佢哋嗰個年代呢，係確實係好艱困嘅生活上面，但係同一時間咧，佢哋處於係一個世界上面經濟起飛嘅年代，所以佢哋當年咧，只要肯努力咧，確實咧係可以儲到錢買到樓，有一個好安穩嘅家庭，所以佢哋會將嗰一代人嗰種嘅價值觀咧，就會放置於我哋呢一個世代啦。但係睇翻呢個世代咧，我自己會覺得啦，嗰個貧富懸殊咧，其實係一代會傳去下一代。如果你屋企係窮嘅話咧，其實你都未來咧都會係窮。即係當然，以前嗰個年代就話你知識改變命運啦，即係你只要你讀好書，你就一定唔會窮嘅，一定唔會餓死嘅，係嘅。但係你而家都發現啦，大學生周街都係啦，係咪？幾年前啦，韓國導演奉俊昊導演嗰套電影啦《上流寄生族》，嗰時係令我意識到，哇，點解呢一套電影可以喺全球啦咁收得啦，或者係咁受歡迎啦？除咗係奉俊昊導演拍得好、寫得好之外啦，其實大家有個共鳴，就係呢個新生代嘅貧富懸殊越嚟越嚴重咧，已經係一個全球性嘅問題。有錢嘅更有錢，窮嘅只會更窮。當然啦，我覺得人生可以轉變嘅，咪就係靠自己咯。你靠自己去改變咯。但係嗰個力量呢，就要比以前嬰兒潮時代嘅更加個 turbo 要開得更加行啦。另外一本書呢，我推介佢嘅呢，就係午夜圖書館。點解？因為午夜圖書館嗰個古仔呢，都差唔多啦。就一開頭啦，諾拉啦，女主人翁就諾拉啦，去到35歲啦，然後單身啦。工作又俾人炒咗啦，跟住佢最中意嗰隻貓又死咗咯，然後平時需要佢幫手嗰個阿伯又話唔需要佢咯，就變咗好似去到一個位就係，咦，咁我生存喺呢個世界做乜嘢啊？而且佢亦都非常之後悔，曾經點解唔同佢前男朋友結婚啊？點解當時佢唔做呢啲嘢啊？點解當時佢活喺一個後悔嘅世界裏面，乜嘢都諗過去。假如嗰陣時點樣就好啦。好似我朋友啦，佢不斷同我講就話好羨慕某啲人結婚啊、生小朋友啊，或者係去衝下佢嘅事業啊，點樣。但係我都會同佢講，就係有啲時候你見到人哋組織家庭係人哋嘅選擇，有可能嗰啲唔係你想揀嘅。當然啦，或者係佢未遇到啦，但係同一時間就係你明明就算你翻過去，你都唔一定係咁揀。午夜圖書館咧，係因為阿諾拉啦，咁佢就真係覺得好慘啊！人生，我覺得活喺呢個世界有咩用啫？咁所以佢就揀咗去自殺啦。咁然後就喺生死之間，咁佢就去咗午夜圖書館，然後就拎住一本嘅後悔之書，進入翻嗰個平行時空。佢想再體驗翻，我曾經前男朋友同我求婚，如果我同佢真係結咗婚就
會係點呢？咁佢就又去咗呢個平行時空啦，就體驗翻咧，原來佢當年冇揀佢前男朋友都係有原因嘅，即係佢自己唔選擇呢樣嘢，或者係曾經佢都係一個游泳好手，但係最後佢都冇繼續，然後佢發現原來游水唔係我真正所愛，然後游水只不過係我阿爸叫我游水，所以先游，最後我冇揀到，所以最後諾拉好多佢而家所謂冇成就冇乜嘢，點解佢唔揀啊？點解佢唔組織家庭或者咩？佢後悔啦，即係佢好想翻返過去嘅改變啊！你喺度後悔緊，你過去其實有好多你可以選擇嘅，但係同一時間就係你會認識自己，原來嗰啲係你嘅選擇。即係其實你選擇唔結婚係因為你唔愛佢，你選擇唔做游泳好手係因為嗰個唔係你自己所愛，唔係你想要嘅，而係你阿爸叫你做嘅。即係你慢慢認識到自己，原來我中意嘅係呢樣嘢，原來我所做任何嘢都係我自己所揀嘅，係我真心中意嘅。咁另外你過去覺得如果去到過去可以改變好多嘢就好啦，但係其實作者都會同你講，喂，你睇下你嘅未來，其實未來都好多選擇㗎，好多選擇你可以揀㗎，咁你不如展望未來好唔好啦？所以好多嘢呢係睇下你點睇。所以呢個好重要啊，但係同一時間好多時候我哋係去到一個人生嘅低谷、人生嘅低潮，或者係人生去到某一個年紀，都會開始懷疑人生噶啦，一事無成，我好失敗。但係其實你睇下呢啲小說啊，你就會發現，未話可以真係攞到一個你想要嘅答案，但我真係會覺得，好似頭先咁樣講，揾翻你自己。好似午夜圖書館就係你認識自己啦，然後你展望你嘅未來啊，因為你嘅未來好多無限可能噶，你可以選擇你想過嘅生活噶。而美麗的世界你在哪裏，其實就係接受唔完美嘅你，然後就學識去愛，即係人同人之間嘅關係。當你勇敢地去愛，踏入一個關係裏面，其實慢慢地咧係會令你轉變好多嘢。好似愛琳啦，都有提到一樣嘢，就係原本佢都覺得係性格決定命運嘅，好似佢嗰個成日都好驚失敗啊，所以冇同阿 Simon 開始嗰段嘅關係。但係當你改變咗嘅時候，係啊，雖然嗰個人生唔係你以前想要嘅，但係原來可以係好美好嘅。所以佢最後一段咧係咁樣講噶：我對未來嘅發展都仲係冇咩任何概念噶，呢一個會係咩感覺呢？日子會點過呢？我係唔係仲可以寫，或者係仲想寫？我嘅人生會變成點樣嘅呢？我嘅諗法就只係生個小朋友係我想得出嚟可以做到嘅最正常嘅一件事啊！而且我亦都想咁做，證明人類最正常嘅狀態唔係暴力或者係貪婪，而係愛同埋關懷。但係要證明俾邊個睇呢？我都唔知啊，或者係我自己都話唔定。反正目前都仲未有人知，除咗你同埋菲利克斯之外，我哋要再過幾個星期先會話俾其他人知。你都可以話俾佢知嘅，如果你想講嘅話。當然唔係嘅話，塞蒙亦都會自己打電話俾佢嘅。愛麗絲，我知道呢個唔係你為我想象歐立嘅人生。話咩買間樓啊，同我青梅竹馬嘅男仔去生小朋友，呢一個亦都唔係我以前為自己想象歐立嘅人生，但呢一個就係我嘅人生，唯一嘅人生。寫呢一封信俾你嘅時候，我非常之快樂啊！有呢一本書《美麗的世界你在哪裏》。